呃，来好，大家好。我是阿怒。我也是港口部落的孩子，然后我也是从小就在港口部落长大。那在我小时候呢，其实我的环境是有母语的，我自己的母语的。不过因为我的父母亲他们都会讲，然后从小就，等一下喘一下，然后从小就是我们就学习母语，然后我妈妈也不太会讲中文，我爸爸也是不太会讲中文，但是他的台语讲得很好。那从小我就这样子的环境长大，可是一直到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像我同学，我的同才们，其实他们已经对自己的母语已经慢慢的就失去掉了，所以导致他们现在的孩子，也就是刚刚看到的小朋友，他们也是一样，就是跟他们的妈妈一样，也不会讲自己的母语，那就透过这个共学园呢，可以重新的去认识自己的母语跟文化。那在这几年当中，我发现这样子的教育是很棒的，因为他们真的这群孩子真的是接触大自然，而且是真的去触摸土地上的任何的东西，包括树，包括虫，包括鸟，而且他们还会爬树。对，所以其实他们生活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很厉害，而且身体很强壮，然后思考能力很不一样。那这首歌是我的创作，叫做《孩子啊跟着》，然后用我的母语去创作的，就是希望，等我80岁之后，还是会有人跟我一起讲族语，这样子，献给大家，谢谢。Agasawaran gusuan ulitin no tuasan Tauran numita hawawa Amin Paci Amin Anu zai supina na mumangu fanahawa Anu zai supina na mumangu fanahawa Usualo mida Utayalo tuas Aminana Turmagno tuas Agasawaran gusuan ulitin no tuasan Turun numita hawawan Amin Paci Amin
是金曲奖的歌手哦，应该说今天来的3位都是金曲奖台湾金曲奖的得主哦，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这样子，谢谢。